艺术水阁好。国情解说2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来讲，迄天，国情啊，你讲到迄天我就知啊。你搁去找恁知己的北部广播电台名主持人阿国啊，名甲你共一个国，你拢叫伊共国的，无毋对。啊，我定定讲起阿国的，就是因为做人太好咧。迄天我对伊的办公厅坐落去尔，伊对出来甲我讲国情啊，看你最近解文说理节目播出来，你安尼消散落吧，来，拄一包足大包，这互你食喙焦。好朋友，啊，讲兄，包一包，要互我呢去买东买西，带某囝去食一个较青草咧。台湾话讲食喙焦，毋是真正讲我咧喙焦，毋是啦。即个话就是表面的意思以外，社会上的应用有另外一种表示，有另外一种暗示。所以人讲这互你食喙焦，毋是我袂喙焦，你叫我食喙焦要创啥？毋是啦，这淡薄啊吼，互你安尼去咧买。有爱食、有爱用的物件，你甲我收起来，讲这，互你食喙焦。结果我呢，歹势，甲国兄讲，我看最近你节目做了成功，加减有赚，要照顾小弟啊，归去。沿岸这包，咱来去食一个较青草的，甲开互搭。啊，国情啊，唔好安尼，我互你，你就爱收起来，什么番头要请我？我甲你讲啦，山珍海味哪有少过？我无咧稀罕迄啦，哪有少过？原来台湾的国情啊，伫咧讲，毋是表面的意思尔。对哪有少过，要过去倒位，就爱小闪身的时阵，人甲人险啊，会着讲少过啊。啊，伫哪有少过，就去腹肚底，就是讲山珍海味。尤其即句话，社会上常常咧应用，就是讲烧酒啉落，哪有少过？这就是表面的意思以外，社会上咱听的人互相会当理解，有另外一种含义伫内底。结果国情讲要请伊，啊，讲遐讲毋尔。所以，搁再甲我念，讲国情啊！我看你安尼摕着钱啊，袂晓保守，可能细汉的时阵家庭着富裕，有栽培好过。你即个食饭卡中的啦，食饭卡中好朋友。咱知影讲，古早农业社会，饭大卡煮出来，外口面鼎片较济，那中白米饭较芳较 Q。所以咧，讲人食饭卡中的，就是即马少年人咧讲的。讲专门伫咧舒适圈内底，专门咧过迄个享受的生活，毋捌食着苦。台湾话敢若一种表示，较早的人就是讲你食饭卡中的啦。老辈咧讲的言辞以外有暗示，台湾话艺术的所在。